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7月初9。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4篇，出埃及記37章第1到16節，歌羅西書第4章第2節到18節。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警醒。咱即几工有讲到约柜约柜伫圣经内底地位当然是毋免怀疑，是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亲像咱昨也有分享到，伊的重要性并毋是因为伊的建材是非常的高贵。照经文咧讲，伊是用迄个纯金甲约柜内外拢包起来。咱台湾话讲空金的啦吼。周围空着即个金边，伊搁做四个即个光即个约柜的金环吼，安放伫即个柜的四骹，一边两个，伊用金甲即个灌木做两支棍用金包底，穿过约柜两边的金环。伊用纯金做一个柜壳，长110公分，宽66公分，佮用金堆出两个基路伯，挂的两边拢放一个甲挂连做伙合做一个整体咱知影约柜并毋是因为迄个金。约柜是因为伊代表上帝的话，上帝的诫命，亲像伫出埃及记摩西伫西奈山顶所领受上帝甲伊讲话，上帝将即个诫命赏赐互伊，嘛代表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同在。咱昨讲到所以正确的看待约柜必须爱是警醒的，因为咱有当时去迄金色的物件去甲咱误导安尼失去迄个正确的方向。今仔日的经文接续去讲到圣餐饼毋是圣餐桌啦圣饼的桌圣饼的桌。照旧约的传统来看，当然建材阁是用金的来甲包起来。因为迄是当初时，其实到现在嘛是安尼啦但是咱即马伫礼拜堂的建筑中间较无用金的讲伫古早来讲，迄金代表迄个地位，代表伊高贵甲上好的来献上所以用建材建筑来看是无道理啦伫信仰顶悬是袂通的啦但是同款的咱所要看见的物件是，咱所重视的，就是毋是即个高贵的建材，乃是伊的功能甲目的。伫出来及其咧讲的圣饼桌，甲伫现代教会礼仪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咱即马咧讲的圣餐桌的模式。对倒位来看，咱看圣经，今仔日圣经甲咱讲伊佮用即个纯金做一只桌顶悬的器具就是用盘、用片用放酒的壶甲杯，所以有饼、有酒、杯这就是咱咧讲的圣餐的基础嘛圣餐的基础是咧纪念上帝的救恩。出埃及的救恩，受掠归回的救恩，做伙领受八饼的救恩。其实无需要讲的，就是讲现代咱所面对的武汉的肺炎教会用网络咧聚会这中间，其实某一个方面，其实咱就是咧看旧约的时代安怎来看到这个守圣餐的代志。保罗甲歌罗西教会写互因的批信，提醒基督徒，伊讲恁咧祈祷的时阵，着爱有耐心爱永久，爱警醒，对上帝爱存感谢的心
恁也着为阮祈祷，求上帝赏赐阮传信息的好机会，通宣扬基督的奥秘。阮现在就是为着即个工作坐岗，有请为阮祈祷，阮会通尽责任，将这奥秘来说明出来。恁甲非信徒来往爱有智慧，爱把握机会讲话，爱温和，爱真趣味，爱用盐调和，爱知怎样回答每一个人所提出来的问题。所以伫这所在咧讲到爱警醒，爱耐心来祈祷，还个心存感谢。什么款的人袂喜乐，会离开上帝远远呢？其实就是遐爱抱怨，亲像出来入去遐无水通啉嘛埋怨，无肉通啊食嘛埋怨吼。爱有耐心的祈祷，真侪时阵咱祈祷无耐心，祈祷一摆讲好，我祈祷煞，爱有耐心，咱爱心存感谢啦吼。咱定定会离开上帝的道路，爱埋怨，甲意见无共款的人无爱斗阵，攻击别人，爱竞争。其实这个款的特质，就甲上帝无关系啊。因为基督徒就爱记得圣经甲咱的提醒，就是爱警醒，时常爱祈祷。祈祷的人就会甲上帝有迄个亲密的结连啦，亲像耶稣所讲，恁着爱入房，甲上帝建立关系，伫遐祈祷。祈祷通帮助咱伫上帝面头前来谦卑，亲像主祷文甲咱教祈祷讲，赏赐阮逐日的需要邻舍的物件。这个就代表讲，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是咧赏赐，是咧看顾，伊将每一工咱所需要的拢提供互咱，所以咱含生活的需要，就拢爱靠上帝的时阵，咱就需要谦卑啦吼。咱袂当骄傲离开上帝的道啊，因为安尼咱就会失去性命吼。爱警醒伫英语 NIV 的即个翻译，伊讲 be watchful 吼，的意思就是讲你爱警觉伫遐观察，伫遐注意看啦吼。注意看啥？注意看咱咧思维的中间有一寡事物会互咱失去迄个判断力，真容易受到媒体错误的信息的引诱啦吼。也是咱边仔的人错误的即个资料，咱会对着别人做一寡错误的决定，好那像台湾，咱即马上大的日本的议题，大概就是讲即个接受疫苗的注射的代志啦，吼。到底要去接受即个注射？要注倒一种较好，拢有真侪无共款的讲法，但是拢无一定正确啦吼。所以要安怎保持一个会晓分辨，是毋是爱接受注射，咱着要有警觉心啦吼，着爱有正确的判断力啦吼。最近拢甲台湾一寡朋友伫通电话咧讲的中间。因真侪人，第一个就问我讲，你注射未？你问你注倒一支？恁较好，恁无 AZ 吼。这真侪的问题，就拢会走出来吼。所以咱千万毋通对人讲，却互家己失去迄个好的机会。咱都要注意看，注意观察 ，be watchful， 爱真细致来做判断。这是圣经咧讲的警醒对今日的经文来看，你伫角度来讲，专心注目伫上帝，亲像保罗共款，伊为着福音的缘故被倒伫监内底。虽然落监真艰苦，但是伊明白为着主的受苦、受逼迫，这是伊的呼召，伊嘛愿意
欢喜、尽心尽力服侍上帝，甲服侍上帝的教会。有真侪人就拄着即个情形，就会安那开始埋怨，就会比较，那是我别人拢袂吼，甚至足侪人伫安尼情形的下面就放弃啊吼。保罗伫经文上落尾的祝福有讲到真侪会同工哥罗西教会基督徒来请安，伊家己嘛是啦吼。伊安尼讲保罗祝福恁啦吼，毋通袂记住我是住伫所连的人啦吼，愿上帝赐恩典互恁。迄个意思是啥？是咧讲伊是一个为着义受困迫的使者，伊由原来劝勉即个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着爱警醒，着爱祈祷。所以这是一个警醒祈祷上帝罗卜真水的见证伊拢无放弃，伊也为了这警醒，伊嘛提醒众人着爱警醒，以明白上帝对伊呼召。咱呢？